大风啊！爱问人说多带，你终于来恰查某，嘿无？恰查某阿飘，怎么？蔡美女，请你做个女朋友好无？这天爱台北的电锅开个餐厅馆，有嘛该事情都得来亚请。他会不会去找那个白头啊？谁是白头啊？小妹妹，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，赶快回去。什么小妹妹？我下个月就17岁了，而且她可以住这边，我为什么不行？做歹干唔是放羊，从头到听人讲讲，就去了上做猫王，到落去未变难养，上个无去关于上，成功的梦，为这样开始投降。前跳人昂昂，新所在来去跳空，知道就跳人昂昂，我主心难多人用，个落去人平安安，相当人生成功的。这里是黑社会的地方哎，你这种小姐来这边干嘛？黑道又怎么样？这种场面我又不是没见过。哎，而且啊，我妈咪她就怎样？哎呀，说来话长啦。反正我想躲一阵子嘛，不想让我妈咪找到。躲一阵子，是不是跟那些黑衣人有关啊？啊，那你放心了，就住在这边吧，我们会保护你。OK 啊，没问题的。就凭你哦，你还是回家去啦，大家都以为你失踪了。不要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跟丁哥闯闯看，当个有情有义的好兄弟，像上海滩里面的许文强一样，将来当上了大哥，所有人都尊敬我，那就威风啦。王董走好，王董，嘿嘿嘿，喝那么多杯啊，王董。哎，王董，车马上来啊，王董。哎，车来了，车来了，王董。哎，王董小心。啊。哎，王董，您的车。王董，谢谢。慢走。王董慢走啊，有空常来。是，王董。喂，老来啊，老铁哥，来。那。又吵到呀啊！老女孩出皮害啊！假使咧，你有看到警察过来，就给听下的通知你问你，对吗？啊，对嘞。皮害啊！凊彩出来就走的啦，最重要的係人嘅母族嘅白金啊！有嘛嘅唔對嘅，胖誒！哦，專門胖誒啊！對嗎？對嘞，快點講。眼染起啦！哎，过去一点阿婆。啊，是，对不起。叫你不要挡住门口，每次听不听啊，走啦！哦，那查到资料啦，好快门票。没关系了，我帮你捡。感谢你翻新了，谢谢了。小亮，这枪你讲。不必了啦。客气啦，免客气啦。哦，我一大早就去地呀，切啊洗啊腌呢，就干没呢，真好嚼。
谢谢了。阿妹，歹势哦，也见嘅本唔熟咧，来全多条路咧，一条钱唔似哪要，买啲新忙穿行下道嘅钱，分担老阿哥嘅辛苦，希望做到嘅老少年嘅钱问题，来为好好照顾自家，唔是少啦。来到茶艺馆待无几多年，就知道很多事情就改变了。唔是医学教，也唔是再过学科，无人教你爱做乜嘅，当爽爽。不过没有失落，总知道自家离开头牌嘅生活的，一脚踏入社会，开始做功夫。哎，你在干嘛？无聊哎。没想到你胆子那么小哦。神经病！干嘛这样？我是看你心情不好，来帮你提高士气的。谁说我心情不好了？没有嘛？那你刚刚是不是在想家，想你妈咪啊？我是在回想电影情节。是啊。干嘛？找我干嘛？没事不能找你啊？没事找我干嘛？哦，原来哦。原来什么啊？原来有人喜欢我哎！拜托，你也太自恋了吧？那不然你跟到这里来干嘛？还死赖着不走？我看你是暗恋我很久了吧？你说我暗恋你？无聊啊！走啊！去哪里啦？我就在躲他们啊！你们怎么样？没有，没事啊。这是什么啊？吵醒你啦？
我看你每天晚上都去擦鞋子，忙到天亮才回来，有时候睡到下午，中餐都没吃。哦，真的，这样一想，还真是肚子饿了。是吧？帮你买肉粽，这个啊热热吃很香哦。如果你睡晚了，冷掉的粽子也特别 Q， 很好吃，赶快试试看吧。哦，我就知道你暗恋我。少臭美了啦，谁暗恋你啊？要不然你干嘛对我那么特别？不给你吃。好嘛，开玩笑的嘛，干嘛生气啊？来啦，这个我帮你剥，给你吃。那个一起吃嘛，陪我一起吃嘛。哦，买这个粽子好香哦。那当然，这是我买的，我的味觉可是一流的。哎呦，想要吃什么，问我就对了。哎呦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嗅觉才是一流。从你一进门，我就闻到粽子的香味，我闻到这粽子香味，我就起来了耶。你看吧，我的嗅觉真不是改的。啊，你用的是飘雅洗发精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啦？我一闻就知道啦，我就说我嗅觉一流嘛。我会跳飘雅，你看，你看。我也要学。一开始啊，开始跳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欢迎光临，先请。请问要喝普洱还是乌龙？普洱。好。小金，我帮你。小罗，你不用帮忙了啦，你快去酒店吧，白头哥在那边等你哎。哦，好，那我先去了。小罗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先去白头哥那边了，你帮小婷一下忙好吗？小婷，我来帮你啊。你坐着就好了，林哥有交代，你不必做这件事。小婷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？你突然对我这么客气，我觉得怪怪的。小姐，我来接你回去了。阿全，原来如此哦。妈咪不是说不会再派人找我了？小姐，你生日快到了，大姐打算筹办舞会，吩咐我来带你回去。你别为难我，我们走吧。你看那边，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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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点起腳步從5色跑到終點。朋友，你別心灰，人生如同海岸線。你真的不回家？我赶着去上班，总不能带你去吧？家啊，我已经不知道哪一边才是我真正的家了。我妈妈离婚了，我好想跟我爸住，可是我妈咪总是不答应。可是我看你妈对你挺好的啊，你刚刚不是也说你妈每年都帮你办生日？像我长那么大了，还从来没有人帮我办过生日。
生日就是要和朋友、同学一起庆祝，办什么宴会啊？和一堆不相干的人过生日。我妈咪就是希望我能够照她安排的方式生活，不管我喜不喜欢。那不然这样，我找美女还有阿潘帮你办个生日会，我们去找些好吃好喝的，然后呢，我们猫王3人组还可以唱歌跳舞帮你祝寿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？不可以骗我。罗强拍胸脯保证。耶！我开始期待嘞。38，你才38啦。好啦，去上班啦，快点。那我去了。嗯，你一个人在这真的没问题哦。没问题。你真的不回家？好了，你走了啦，你都快迟到了。冲动的心，心中意。哎，新来，莫很匆匆啊！张来也无见你咧，就人会蛮多，你啊，你都论同调呀？哪些？哎，回去！啊，手机看到啊？怎么样？怎么样了呀？啊，我们要下去！你们大哥，干什么？别吵！听我讲，别打了，听到没有？两个！等一下，听我讲这句话好不好？如果讲的没道理，你们再打，可以吗？好，你说说看。老板今天出来找乐子，对吧？小姐在旁边看你们打架，都快吓哭了，待会还有兴致吗？你们再打下去啊，警察也来了，警察来了要去警局做笔录，今晚泡汤了，多没意思，对吧？哦，老板，那是红牌，我们还有小姐嘛，稍等一下啊！啊，老板来。您快带我们的红牌娜娜去宵夜啊！啊，别生气了，谢谢。老板，娜，我们还有丽丽呀，对吧？对。丽丽，棒！你把鞋脱下来，我帮你擦得倍儿亮 ，OK？ 要真擦得亮才行啊！没问题，一定。走吧，老板。里面漂亮些的多的是。干嘛单恋一枝花呢？是不是？多谢。走吧。好了。小罗，白鹅哥找你，快点出来吧。哦，好。松柏就两个事情，电哥讲处理到以后呢。案子谁拍到过？电哥啊，係你冇去送報紙咧，佢有較好嘅工作嘅本唔做啦。安尼啊？
订哥交代嘅事情吼，我一定要尽力做到啦。不过，嘅宋宝子嘅条路吼，我已經答應人晒咧呢，做唔得，講唔做就唔做呢。你阿細鬼係咪恩化哦？太火嘅講法唔相信嘅。唔係嘛，係照起老情況講本拍條個地天天嘛。做人啊講信用啊，我要做唔得唔講信用。好嘞啦！訂哥有交代啊，下禮拜南期嘅保護費啊，就幫阿強你輸啦。哎，拍條個，你會做你邊？講信用咧唔係壞事情，我唔係繼續送報紙啊，你就會準衝贏決定啦。哎，一條錢喺哪去用？唔是啦，拍條哥。很數下來就數下來，你講咁多做嘛嘅？也係訂哥特別交代呢。哎，哦，我一點你副卡嘅情形，唔怕啦，先拿中去。按之先呢，拍條哥。唔會。哎，拍條哥。幾笪爛腳師將來冇去救呢？你有乜神人講咯？等我講，係咪意思做得嚟啊？希望萬事把事，訂哥早就派人去咧。啊，訂哥一部實在有厲害喲！最近都俾警察嚟捉一當hen，半夜死鬼嘅，吹蒼蒼係咩好啊？啊，錯嘞，就睇住我親家妹嘅，唔派3人送去轉去啊。要啊，我又響佢借啊，佢唔可以借。結果阿強喺你啊，見乜起啊？我哪有看法哦？阿強，佢老阿強強下？係啊。好乖啊！哦，2條錢哦，你老眼拿咗以後不眼沒啦，你不用多形象度就好了。冇，做工以後一直冇愛嘅事情啦。哇，做黑道人好蠢啊！誒，佢幾時嚟啊？唔講真嘅啊，唔驚人尾嘛哦，乖少下啊！又錯嗬，唉，係咩啊？喺埋豬梯嘅周門啊！錯啦，阿鵬咧，有冇來呢？阿鵬佢撈美女去約會啊！誒，有咩事情？係聽講去學校撈佢講。唔是啦，冇乜嘅事情啦，就朋友生日啦，想問佢哦，買乜嘅做禮物較好啦。誒，用做條手門啊，噴天天嘅。哦，唔朋友係嘛？喂，唔好現在講啊，夾夾啊，老係拿錢終於不捱你啦。哦，拿錢之後咯。好啦，哦，阿姨，阿強我得，再見。哦，錢之後。cái này nào tôi không làm đấy à?阿妹，你怎麼做嘢啊？嘿，係中愛問嘢，你有冇多壓力啊？你不用黑毛。嗯。哎呀，你的頭啊！不用修。老羅媽媽講清楚。不用修啊，回去先鋒咧。阿華，葉頭錢係阿強撩幫你係咪？唔同佢講啊係咪？係。你係阿強一刻進來好冇？嚇？係。唔同佢講啊，一刻進來啊！喊家屌講，你要得公主哈？哈！阿強喊你送錢過來，你有咩唔曉得？攞佢嚟轉來呢哈？等佢啲我輩搖搖呀呀唔轉貨架，阿楊總咁錯哈！好啦，慢慢講，慢慢講。唉，唔送埋嘅好朋友哈，喊家屌講哈，唔好看到羅媽媽俾小事係冇？阿強都在帶奶飛。係啊，原來係乜嘢？係唔知啦，我手底佢昨日做一雙報紙，佢講我老福卡存錢還債啊。送報紙，送報紙有很多錢啊！
呦，阿尚啊，天还没亮，你站在这里会吓死人呐！哦，歹势啦，我在请来的，一同去往给送报纸啊。哦，送报哦。啊，他送哪一区啊？台北这么大，找不到人呐。哦，歹势啊。阿尚，赶快回家，不要再等了。Love me tender, love me true. Oh, my dreams will. For my darling, I love you. 哎，唱歌还蛮好听的嘛。哪有啊？三脚猫功夫啦！洗衣服啊？嗯。来啦，帮你洗了。不，我自己洗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都两手泡泡了。不要啦，我自己洗了。哎，讨厌啊！我就说我自己洗嘛。去。什么啦？林芬。啊，你刚刚生气啊？阿红，哎，阿红，你随便听借我几天好吧？我要录几首歌。好。谢啊，真够意思。哎，离生日会还一段时间，我先请你看场电影，待会再过去找他。你怎么会有钱啊？今天你生日哎，当然该我请啊。那我等下请你吃爆米花可乐。好。今天人很多，你跟着我，别走丢了。也没问题啊。林芬业的新昌市年老气翻票吼，听讲要送去出国，也没真多年无看到去。因为老阿强强啊，还没见人个无看到去。吼，韩讲的，爽快啊，伟大阿强，还嫌嫌讲人袂骂死。哎，阿强，过来，我问。Hello。靠，唔对，佢是配对哦。阿强，唔对，我们先点东西吃吧，肚子好饿哦。嗯。哇，好漂亮的蛋糕哦！哎，我们来帮林芬唱生日快乐歌。嗯。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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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。祝林芬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
寿星要吹蜡烛许愿啊。还有礼物要送给你哦。哇，生日快乐！谢谢，来，这是我跟老怪送你的画册，希望你喜欢。谢谢你们。怪哦，原来跟伊阿强吞吞吐吐啊，就会买礼物送我们0分呐，结果2班有冇该送我们0分啊？我条阿后唱够0分，看天样了。是啊是啊，小罗赚钱很辛苦，这样就够了啦。来，我们来拆礼物，切蛋糕。好，来，帮忙。寿星切蛋糕，好，切了。其实我也有准备礼物送给你，只是因为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所以我想私底下拿给你。这什么？你要送我随身听啊？其实是里面的情歌啦，我录了满满2面哦，都是现在最流行、最好听的曲目，还有几首是我自己用唱的，全部都是我想唱给你听的歌。谢谢，小罗，谢谢你，这是我收过最好的生日礼物了。You're the love of my life. You're the one girl for me, the one and only love of my life. 今年生日过得开心吗？你许了什么愿望？我希望这辈子都不要和你分开。You're the love of my life. The very first time I saw your face, my heart stopped beating.我也要去。我要去帮丁哥收账了，你在茶艺馆等我了。你一个人哦？可以吗？可以啦，之前白头哥就带我去过那些店家了，很熟悉的，放心吧。等我回来。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去。阿丁在不在？什么东西啊？大摇大摆的喊人，你懂不懂规矩啊？兄弟，哪一路的？我是来带我们家小姐回去的。我们周大姐有交代，请你们把人交出来。那麻烦你帮我向周大姐报告，是你们家大小姐自己不肯走，我也不好硬赶她。人给我弄丢了，我怎么向你们大姐交代是吧？你的事我不管。我们小姐现在在哪？她都跟我小弟阿强在一起，现在应该还是在一块。
你说他跟阿强在一块，好，那就连阿强一块交出来。这位大哥，你们家大姐要找女儿，我没意见啊，但是你要动我的人，是不是该给我个理由？你会不会太不上道了？好，我等。这位大哥，你就这样坐在这里，你知道我怎么做生意啊？麻烦你回去跟你们家大姐说，我白头拍胸脯给你保证，你们家大小姐我一定安全的把她带回来，到时候再通知你们来带人，好吗？好啊，我就给你1天时间。老板，我来替丁哥收账。你谁啊？我小罗啊，上次跟白头过来的，你忘记了？你没看到我客人这么多吗？我哪记得每一个人？你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不想做生意啊？是不是我要去叫白头哥来，还是叫丁哥来，你才要缴钱啊？缴不缴？拿去啊，砸碎！水摸不跳那我，做快跟不是朋友。哎，你怎么这时候来？我现在正在忙哎，你要改天下午再来啊。哎，太太，哎，你这等等，我要帮你签掉一下。阿姨啊，我是来收销的啦。今几样才买2把吹听见，张是咧签名啦。你会行音哦？系咩？我袂行音啦，生意要等我转去食饭，线上有好度桥哦，我是来没办法啦。这老太吼有谁母亲亲啦，你若要行音吼，有啥物帮忙也还啦。阿姨啊，我马上已经走些啦，你要我东南交代呢。你跟阿桑讲，要田事业好，帮忙啊！算了啦，算了啦，这个收人啦，你俩情况我了解啦，给人听啦。啊，整个冇相关哦。冇关系啦。好。要几多钱？呀，生意还便宜的啦。对。好。我讲讲啊，你阿张业多收条讲一条钱啦，先让你听人表。阿张业多行养因，我嘛冇办法停收咧。那个五楼台吼，各种翕的相片啦，唔那去翕相馆吼，是太重，特别老杯，看做个程度阿强嘛。妈，这安太重动贵呢，根本每天穿到阿强啊。先前我试看那是样低啊，你去遐呢，我只个拿一手。哎，妈，好啦，买去啦。妈呀，4个8个钟啊，我哪位都去到啊，安你做对冇？哦，你加加去啊。好啊。妈，还有件事情哦，向我老公讲啊，我向你借算啊，想遐多啦，唔去重要。
做算啊，唔免真危险哈！你会想去做算啊？妈，唔去做算哦，所以做兵的呢，还没上过嘞啦。我满意哦，都要离开屋卡啦。佮做算哦，穿的钱较多啊，按用伊咯，没做的唔是做兵啊。陈妹啊，陈妹，哎，你好你好，你唔识数咧？哈，我弟阿强到哪边咧？真紧。衝動於情，心空意。陈妹啊，陈妹，哎，你好你好，你唔识数咧？哈，我弟阿强到哪边咧？真紧。嘿呀，我当你变来阿爸，你几都没打探到嘞。你阿强啊，九线条、松包子、安葡条都茶米馆这条路，佢就大家喺食沙地摆度。太好嘞，太好嘞！其实你阿强真乖啦，虽然唔好读书，不过佢真认真做条路，含喺佢上嘅老你天数赚钱。阿公啊，你去产业馆吼，请阿强转来。伊要是条路赚钱嘛做得人，不过吼，唔是遐个老买啦，伊还没转来呀。哦，好啊，妈，刚才伊看看哦，伊都还没买太贵啦，好。也没脏好诶，世间每个股唔好，还有面皮来怪人你着？就迄咩，还等个即家就处理咧。挨老人讲啦，台北期间太酒店吼，全就去酒太济啦，电工要马上去踢出去啊。迄咩，还没安求，总算老你送这位啦。假咩？看到电工的面子，我还会老去费死你呢。正经无爽，有菜。请问啊？对做嘛？还忙做生意呢？歹势啦，嘛都请来露台啦，阮都路强啦，佢今日无做无可能啦，啊，唐公伊都要去做事啊。假没见你为咩马街啊？啊！一下牙没请摸耶，一下牙国请露台，用完，东海亚比还摆到幼儿园的啊。你也会唔免查医馆咩？咱露台很多路强啦，佢啊，唐公都要去做事啊。就让你讲无压给你咩？你迄头唔是啊？那是老人讲啊，亚比唔系你我来就来，我就这给比手哦。喊过呀！哎，大些了，亚比无阿啥你，别转了，别转了，别转了。老大，这件好无？什么好？听讲你小路去互丁老大收去啊呢？丁老大？对啊对啊对啊！乜个丁老大啊？什么？这个角头丁老大你嘛唔知哦？角头？系啊。我去高模字冇用垂挑啦。你迄话唔好胡白乱讲哈。啊，老大，食薰，食薰啦，对啦。哦，系啊。恁囝真有够厉害，实在这丁老大真正袂歹，以后我会好好甲伊尊重的啊。靠北哥，别来苏州那个事啊。哦。因为4万多咯。佢有條條架吼無彩啊，有條架要錢無限，然後就想講下一班嚟再個意思啊。希望，係唔係有人唔肯繳錢啊？你講法啊！你插小叫我們繳錢啊！你厝迄個台表人領了呢？按用是舊舊少少的。俺老電工的面皮啊，本下槍槍的啦。對唔起啦，跑條哥。
跳那徛起来，不能停出来。无赖硬嘅面房吼，大飞起起来，知冇？我知啦，我條講。按無條電稿轉來，四個老幾搞態。哦。我要問老媽講啊。你要做阿爸哦，實在鬼冇經驗啦。甲阿強唔見係對班長業有嘅呢，硬無依無呀嘅情誼，你做無事情用嘅啊？哈？伊是攏唔關心這個來嘅。哎，咱有點唔關心啦。愛同講啦，安尼來唔要講做路慢咧材料啦。也去天天叫太保阿典的啊，啊看過量有變局轉來咧，唔是10萬多啦。阿典太保誒，伊迄慢啊？阿強買啲茶葉罐是條路哈？條路哪有咁簡單啊？我看哦，過量嘅艱苦吼，錯啊，是乖乖轉來啊。阿公啊！俺nhà lô thay mấy cái sản phẩm是theo路哈，要從nhà bà講嘅嘛cái天路嘛theo啊。計件產業講哦，你不全喺路慢條路啊。爸嘅。怎麼啦？你媽來了。我媽？阿強啲人已無進路嘅呀，我嚟帶佢進路下。我講人講啊，消氣啊！哇！電燈泡會燒了。你們身上我學到快樂，我知道在外面的某一個角落，有人默默為我加油，關心着我。假使會贏就從來踏雜，做出條件，希望會贏就會心態和喜記得曾經的快樂，會贏就幸福嘅童年，會贏就永恆嘅路。就算連一刻嘅神發覺知，有一片天空，有難同當，會贏也會有福同享。謝謝你們陪着我一起走，謝謝你們為我做的所有，在未來的日子會有見面的時候，到時候別忘